江山无陪伴，无风点情，山盟海拼江山人天。呢个甲恰当吼最后长老吼，伊开发一个台语新闻啊的迄个私人化吼我相信大家咱学了你的家己的调音了，恁家会晓声母、韵母甲声调的一个运用吼但是咱要安怎伫写 email 啊，还是讲咱FB 在开讲的时阵，咱会当用即个台语的私人化去拍吼，我感觉这是真专业的物件吼。今仔日伊就要甲咱介绍安尼系统要安怎来使用吼。我想头前已经花真侪时间咧按照即个电脑的部分，所以我就莫搁加讲啥过来吼用真侪时间，咱拢会当甲即个小长来应用吼实际上咱甲来教伊一寡教练吼，我嘛感谢主任今仔日有时间吼，搁半工过来甲阮参加其他的即个演讲吼咱就好发声，欢迎咱的米洛甲咱演讲指导吼。今仔真欢喜，也真感谢有机会来甲咱分享吼。即个一个语言，即马电脑的时代，电脑一定爱有迄个数字化啦吼。才会当讲 ，OK。所以我一直当然因为家己需要写台语，所以就一直咧开发即个数字化吼。从头开始是去轻松咧，那这佩慈老师你讲是不要伫轻松处理，我讲迄已经无轻松啊吼。即个台语客语性嘛，这数字化咱正较有遐轻松啦吼。有登录落来，你个电脑会正举手。好来我是叫你我请咱先生。OK， 我给所以捌听过请举手。捌听过这我足失败哦，我知影这相信。这10几年来开发哦，其实唔是我，有没有？其实是团体啦我今仔来讲了就会包括咱大家咱大家先会当来共同来做咱需要的物件啦你一样迄个如果大家拢有分我今仔这个题目叫做一世代的台语文书写咱这就是一世代嘛迄个网络时代咱要哪用咱用咱的电脑数字化来拍咱的台语客语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有互大家手点有即个讲义，有无？记得无？有人无啊？有两边，一边是写讲今仔要讲的地方，时间讲袂煞迄个好，安尼咱先来看一个迄个新闻报道。我在听无。结合过去的主编表了改进上数理化的特色，3以上的数嘛，只要数的人才高级的结果，就会当显示出来。来当用每一个人才的第一是 S 嘛，干是 C 嘛，公是 K 嘛，新安公拍的了第7，就是新安公，电视台电 T 嘛，C S 嘛，台嘛，电视台，电视。在新安港电视台就出来，新闻台台语数字化除了内建10几万的数类以外，再当增加数目。不管是教育部公告的台语罗马字拼音，还是到会所使用的地位词，免识或无识，拢能拍得出来。而且这套超强软体也是免费的，有兴趣的民众通上台语新闻的网站下载，互语义的传达更加紧更有效。新加坡电视台台北报道。OK， 安尼有概念无？
毋捌看过这个新闻哦，这5、6年前的咯，5、6年前的迄个新闻哦。anyway， 咱真有福气啦哦，咱台湾咱的武器一直是国际政策的配合，哦，配合啊，今仔日咱有台语系，吼，啊，要来勇敢，啊，咱少年的要过来为咱的台语咱的传承哦，会当来迄个拍拼，哦，我今仔真欢喜哦，看到咱遐是少年人，啊，这个咱台语你若要，其实是自然会晓的母语是讲甲听，咱拢感觉咱讲甲听台语无。但是要读甲写，一定爱去学校读嘛，敢毋是？美国囡仔嘛是爱去学校学 ABC 嘛，哦，啊，咱台湾就是足奇怪，就讲我会晓波就好，啊，就无爱学台湾的，咱家己的顺序，这是足可笑的吼。啊，咱就是讲教育部有推这个罗马字，这个罗马字是世界强的，全世界将近100个国家咧用这个罗马字，哦。啊，但是咱的国家就无，咱的统治者无要互咱用，因为伤好用嘛。啊，你用会晓俩，你就无要读汉语，无要读无要听伊的话啊嘛。啊，所以咱来觉醒，上好的物件，咱来是真会学。哦，咱才有这个系主任今仔嘛来在场哦，足感谢的哦。啊，咱学晓了后，你就会当伫所有的所在，会当拍位啊，言语会当拍位啊，咱这个思维嘛拢会当拍。所以我伫讲，甲遐个事情我是品起民做，啊，以前的介先生是爱去创造下骹一个附属的迄个足艰苦用的啦吼。OK， 啊，咱一个语言，咱要学还是要读要写，一定爱先知影伊的语音的特色。咱台语的特色是啥？我讲袂出，哦，这张内底就是啦。这有这个。哦，有6个特色啦吼，敢若有个特色，有6个特色，这是语音的部分。哦，这6个特色你嘛把握会牢，你就会学足紧的。哦，啊，咱即马咱少年人受的影响，足侪台语的发音拢发袂出来，声音对，你来讲声音是声音，这个音，这个北京语。所谓北京语，就是咱本来唐宋的汉语。去有元朝叫满洲人统治，清朝统治几年？啊，有人知啊？清朝统治几年？啊？统治中国212几年吧？伊迄历史上讲的啊，吼！你看200几年几代啊？咱一代上车落来，啊，已经叫拗去啊！哦，啊，所以恁知影即摆满洲话留伫咱的北京话内底有真济，你敢知影？咱讲物件，伊叫啥？叫东西。啊，阮就话就东西，啊，就无字好写，因无字嘛吼。啊，这写着东西，啊，就合起来叫东西。啊，东西伫咱汉文内底绝对无意思，是东边跟西边嘛。啊，一个美国人来中国，伊走去美国来讲，感觉讲世界上上出名的语言，讲东边叫 East， 西边叫 West， 啊 ，East、West 合起来叫做物件。吼，啊，搁来我的、你的、的，咱台语拢讲下嘛，敢毋是？爱叫倒嘛，啊，因阮以为就倒啊，无字就找一个倒地来读来用嘛。哦，这个就是讲是啊，无字的时阵会安尼种啊。啊，咱台语嘛，足侪人有人安尼写吼。咱来看这个。捌看过这个啥个手？不要头。啊？啊，什么意思？现在的。对，你拢读过嘛？啊，这啊，这很慢是行足慢的啊，甲很慢有啥物关系？拢无嘛。哦，啊，乃至呢？咱迄个中山医啊，大学的何信兰老师吼，伊有专门咧收集这吼，伊个网站，咱大家会当去看。去我去小块我迄个 point， 咱讲有迄个，我只找着。其实我知影咱同学足侪用这方法伫写台语，敢毋是？你如果较好找的话，你找出来看啊。
OK， 下骹有无？这什么事你敢知？啊？现在。哇，这么厉害！啊，足侪人吃鸡嘛，吼，鸡仔日嘛，吼，啊，搁来这啥？出来讲嘛，出来讲这大家拢知影啦。啊，跟这个佚佗，啊，去玩。我这小山照的，这个叔叔啊，就是这。OK， 这个我当然安怎读，台语安怎读？啊？袂当路，所以你若用汉字直接读过，前迄个音拢走去啊，哦，啊人因即马解说呢，啊都用尾仔做的啊，敢若便当呢，然后讲这是在吃的啦，叫做麦当劳。好来，咱来讲这个书字法吼。第一个，恁就爱我房站面，我这内底有吼，这个爱去房价面顶登录吼。你电脑登入就家己去登录。我来创一个。OK， 你定定拍。台语、台语哦，这拢普通已经甲台语啊啦吼。台语，.FHL，FHF 就 face of love 啦吼，就信望爱的意思啦吼，英语的信望爱的 face of love。啊，.net 哦，你敢若拍呢？咱入去的时阵，伊有迄个入门的位啊吼，这入门的位啊真重要哦。咱有3个门好入去哦。第一个就是教会罗马字的 Unicode， 就是咱目前下骹叫做教育部的大罗版。哦，咱普通拢会教大罗嘛吼，是毋是教大罗？叫人教育部教大罗。啊，大罗其实甲教会的罗马字地位是改10%，伊就讲伊的吼。伊就讲变做伊家己一套吼。其实就是讲，咱爱知影，这上原始是150年前。迄个外国宣教师来下门啦吼，先伫下门，啊伊就要学咱的话，依照迄个甲咱沟通，啊所以去设计用国际的即个罗马字的系统去设计一套，伊叫做标字。所谓标字就是一般人咧讲的话啦，吼，即个系统。啊，因为我较习惯即个吼，迄个台罗有的位啊改了有好势，有改了无讲改好势咯。迄圣经伊讲圣经咯。啊，台湾足头1%人讲，迄个腔到叫圣经啦。啊，遐个高人就讲，伊就讲袂 SING， 是 SENGKENG 嘛。哦，伊叫做圣经啦，吼，迄无要紧。啊，我较习惯用这个教会罗马字共款。哦，啊，你若要用教育部，你用教育部去，这规个网站拢会用教育部的台罗互你读。哦。啊，这内底真侪物件吼，啊，你若有时间有咱去摸。啊，今仔要讲的是讲中即个是台语的功夫的部分。哦，这第一个信望爱台语客语书字法，有几个学工人？2个。啊，客语组有几个？我甲恁讲哦，你罗马字即个系统袂晓。哦，当然你莫去教育部啦，教育部甲恁分红到变只敢若用大陆汉语拼音嘛吼。啊，你若教会的罗马字，伊设计的客语甲台语系统拢共款，所以我会晓台语的时阵，硬日下晓得讲客家话啦，我就晓讲啦。我有创一个客语信望爱，你台语啊改做客家，伊入面就是客语信望爱。啊，内底台语有的客语拢有，吼，啊内底有读的有写的吼，恁若有时间去看吼。咱来看这个信望爱的数字，我这个哦，你甲点入了。麻烦咱去去网站了吼，大字拢爱读啦嘿，吼，大字拢爱读吼。啊，过来就是讲伊分迄个电脑的迄个 OS 系统无共哦，啊来分即个数字法，伊有汉字版，啊有英文版的，伊海外真侪人拢用迄个英文版的吼。OK，
啊，过来32位元到64位元，你会足办的啦，塞车嘛，敢不是？啊，所以即摆就是因为即个平管的问题一直伫解决，啊，即个capacity嘛解决啦，啊，所以伊创一个64位元就是两条线，你一台电脑会当同时做2项以上的代志，速度会较紧，哦，安尼清楚哦。啊，所以你来看你的电脑是较旧的拢32尔吼，啊，新的大部分拢32位，你要确定。啊，你万一嘛唔知影讲你到底是你先装32位的入去。你若万一讲，伊会甲你讲，你会唔对，叫你订装，啊，你就去穿64位元为装，哦。啊，你对啦，这足简单，你试落了吼，伊就随甲你储存，哦，你来去储存伫你的VR，这就是登录下载你的软体，这数字化的软体，哦。啊，你就去看你下载拢放伫倒位的VR，去甲看迄个，哦，这就开始就一个 FHL 台语客家 IME 就是数字化啦，吼。Windows 的64，啊，过来，即摆嘛有用 Apple 的人，你来去选下骹迄个 Apple， 有人用 Apple， 哦 ，Apple 是要毋是讲无需要去用啦吼，Apple 较是遐伊足巧的，就是讲，咱照相机以前嘛足困难，啊有一个叫傻瓜相机着，用傻瓜相机的人看看，啥会叫傻瓜相机？你敢知？啊？迄个相机是傻瓜，不傻瓜会做老。傻瓜相机我是台湾做卡面啊外销第一个吼，啊，阮做甲阮一个布兰卡的牌子伫大陆邓小平开发的小品足济，啊足俗的，啊伊钓老母，啊迄个，伊讲连傻瓜也会拍的相机，就是只有傻瓜相机啊，啊你知哦？哦，连傻瓜也会拍，足简单的艺术就对了，啊效果又好，啊即摆 Apple 的电脑，人讲迄就是傻瓜电脑，连傻瓜也会用的。所以足侪年纪大的老啥啊 ，iPad 啥的啊，拢去后拢市场，伊拢叫抢票无。哦，啊，即摆就大家拢低头族起来吼，啊，我要用这足久的啦，我看着迄个惊哦，啊，路年安尼车遐尼济啊，对安尼，我唔惊去弄着哦。无要紧，啊，所以即个你即摆你甲伊有两个嘛，一个拍着一个迄个 EXE， 你着点 EXE， 迄拍着迄是为一个网络伫用的吼。啊，你即摆要装落你的电脑，所以你就用下骹即个 EXE， 哦，你要安装啊吼。尝试安装这发生错误，因为我已经装啊，所以就不要我搁装了吼。啊，伊若有诶时，你就是足人性化的 next， 下一步直直装落去了就好啊。啊 ，Apple 的时阵是共款，吼，共款即个安尼下载落来装，吼。OK。啊，过来就是讲，即个软体你装落了，啊，阮定定有去更新，尤其即个词库，哦，词库以前匆匆忙忙嘛，吼，啊，即款有人去整理，啊，你若看到讲你要更新，你就讲好，自动会去更新，哦，伊甲换新的即个词库入来，还是啥物啊？啊，你若有制定词库的时阵哦，有的人看讲我要更新，我要先重新安装哦。我今日讲到制定词库就是这个数字我上调的，哦，英语嘛输咱，我嘛输咱上调的。迄个你家己有制定词库，就是讲拍无的字，也是真长的物件，你会当拍几页来代替。就讲恁家的地址，你会使拍 T 字地址，拍地址拢出来，免一字都要拍啊，啊就这快速键。我教的有一个叫做迄个祈祷文，你祈祷的时阵就祈祷。差不多40-50字吼，啊，你甲拍祈祷文3字，迄个头前的字甲祈祷有个拢出来。这个输入啊，我遐尼遐尼好势。啊，我以前伫中山医疗大学的台语系伫教电脑教3，我讲，恁若用台语写 email， 对不？做女朋友做男朋友足紧的，而且看啊，你个是啥物？你讲我是台语，我呀还是英语啦，讲无人咧试看卖，啊就来电啦吼，来电。啊，过来就是讲，啊，你定定咧写迄情书，你知无？会使用一礼拜分一盖，每礼拜就礼拜，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礼拜，迄话写着咱500-600字啊，你若试咧500-600字做一盖就出来，免咱写到要死，啊会感动迄对方啊，会感动讲，哇，你那个逐礼拜写好共款咧，迄个情书哦。啊，我即摆拢足侪网络会当迄个情书咧，咱copy落来啊，啊，你若要讲。
礼拜几上送出去的，哦，一定感动对方的，一定来电的，你去过看看。OK， 这属于我讲到这有问题无？有问题就开始要来操作啊！最可惜就是你家己无识。因为咱这个电脑，哦，有无？你有安装无？迄个通知是，你有安装未？哦，这还在跑 ，OK， 我来先看下你的代表，有一个人我就我伊啊，啊，伊即摆来会晓，恁若袂晓就去找伊嘛吼，啊，互相学习，同学就是个在一起，迄个同在一起学习，我咧想伊的分享啊，我今仔日电脑的努力就我都遐尼济，主要人拢知影，我会甲人分享，我学会晓，袂讲我咧去甲我人知，我一定无人知哦，即款的分享的人生，你会得到足济。迄个我今年70岁啊吼，也袂当安尼舞台时，则是啊足惊讶的啦吼。哦，迄甲年岁无关系，恁若甲恁80岁可能嘛也有可能啊。哦，阮拄则迄个牧师伫讲，阮迄个教会波士顿有一个93岁，叫罗英雄，伊历史专家，哈佛大学的迄个燕京图书馆副馆长退休的。因为我定来伫斗阵，我嘛定来甲讲，你来用电脑，我讲10年才开始用。哦，即摆伊个网站内底就是阮教会历史的网站内底，全世界算第一个啊，足侪人咧看啦。哦，就是讲你这功夫学晓了，你可以上做足侪代志。OK， 有无？你创我啊？他还在下载。还在下载？啊，你连网络过来，我给有咱来 OK， 好来，你下载安装了，因为咱有拍汉字，所以会挂伫迄个，注意如啊，汉字下啦吼。啊，这个电脑 Office 足机先呢，看到汉字，伊就讲新细明体。啊，咱的罗马字有足水的遐条，就讲新细明体就无做啊，无做的时阵就乱七八糟。哦，啊，所以咱有创一个叫做荷兰文。哦，你看一个荷兰文，NL 恁做恁个荷兰文，迄是要来骗电脑。讲我这个拍白话字、拍罗马字，唔是新细明体，你莫甲我加先哦。啊，2007以后的时，伊就讲哇，就骗袂过啊吼。啊，骗袂过，你只好就highlight起来，啊，你甲改做你爱的字形。即摆大部分世界出名的字形叫 Unicode， 咱知影 Unicode 嘛吼？恁真足好名，阮以前是吼，迄写 email 来去，大家拢乱码，你来乱码拢看无，因为大家编码拢无共。哦，大幅码，咱咧报大幅码。哦，大幅码伫世界内底根本就敢若咱利用的啦，啊无人捌伊啊，啊出来伊就开始乱码，哦，啊所以大家伫迄个世界就去联合创一个叫做 Unicode 的联盟协会就对啦，讲所有的人你的编码爱照即个方法编，啊你若去申请入去的即个 Unicode， 就讲台语 Unicode 已经伫即个 Unicode 内底。伊所有世界其他有 Unicode 的字的调号字形式一定拢爱做，啊，但是新细明体到即摆还无做好，我是毋知伊在遐个，因咧调解咧，违反规定啦，伊若有做就袂乱码啦，啊，这问题就无做，但是咱有一个方法，就是甲海捞起来，改咱要来的字形啦吼 ，OK， 装了后，伫即个输入法有影吼。你嚟甲看照者，我甲创下。OK， 这有一个 N 哦，迄你无叫开掉迄咱装嘅，伊自动装嘅就对啦，哦，啊，咱了后，咱有一个即个输入法，即个。哦，下甲波英文同起同错，好品牌哦。这个输入法哦，啊头前遮会使互你选台语、客语，哦，你台语的语你点落就你选哦，有无？哦，有客语有台语，哦，你客家人你会使遮咧对哦，客语，好，啊有的台语行哦。啊，无拄好遐email来讲奇怪，我睇咱调号第3条变第4条，第2条变成，我一条我就知影啦，因为
客语的甲台语的，你哪毋知安怎考？客语的声调，咱配这边第2条嘛吼，啊客语叫第3条，啊咱配这边第3条，因客语叫第2条嘛，啊迄个第5条是客语的第1条嘛，错无？啊？有无？啊？有无 ？OK。所以大家认真咯吼，这个输入法等于嘛，你学习的工具上好的工具啦，因为你拍唔对，伊袂出来啦，哦。啊，你拍唔对，你嘛唔知影，第几声唔知，你要打问号，伊会甲你讲呢。哦，所以你注意看吼，这是我真心去为着要台语的传承哦，啊，足侪人合作计啊，想这个方法出来哦。哦，你选语言了吼，咱要试看卖，选客语看卖，先讲卖要客语。哦，咱要是用台语啊，啊，过来这个设定上重要哦，你看设定。所以你规个你个输入法的概念，用这输入法了，你就拢会真清楚嘛。第一个设定，你要拍汉字，要拍罗马字，拢同时会使。你拍出来了后，伊头前要汉字，后壁罗马字，互你选，你会使决定我这支我要用罗马字，要用汉字。哦，伫这个所在，伊第一个选项就是讲，你若要拍汉字、汉罗的台语的时阵，汉罗客语的时阵，你就选第一个，因为你拍字了后，伊甲某共款有一个显示窗，因为足侪字嘛，汉字足侪多字表示嘛，汉字拢你要读拢会使你读哦，啊所以有足侪哦，你选这个时，就是汉字会倒头前，啊罗马字会倒后壁，啊你要选这个，你要拍罗马字的时，你就爱起 Shift。再去选第几字，就加一个动作嘛。哦，啊，你若要拍全罗马字的，你就选下骹。哦，伊罗马字倒大声。哦，啊罗马字你就要选足紧。啊，你看我这个要汉字互人参考，啊你就起 Shift， 汉字后壁就出来。啊，下骹有这个全罗模式这个，这是新的啦。伊中山医学大学常常拢有叫我去，啊，忽然间学生啊来讲，你太安怎袂好势？我讲你就是要听入一句的，这直直咧更新啦，直直都愈做会愈好用啦，会愈人性化，会让你连撒高会打的，会输入法。我主要目的是安尼啊，我大家拢会当。你若选这个落了后，你的罗马字共款会当用缩大，用头一个迄个呢字音的头一字来拍。伊就出来，哦，就讲真理大学，哦，你真的第一字是4个字嘛，啊，我即摆有一个较快速的方法，4个字要拍2字嘛，你用字来标4个字啦，因为字伫这个输入法内底无用到嘛，哦，所以字啊理就 L 嘛，哦，拄则你讲是讲电台意思对了，大学第一字是大是 T 嘛，啊学是 H 嘛，你拍4字。真理大学就出来哦，啊，你若罗马字你嘛有建立迄个词库的时，共款会当安尼拍4字罗马字出来，这速度会足紧啦吼。所以我一直伫要客人看要开放那边主办哦，用这个输入法跟波的比赛哦，比赛哦，你可以向他们挑战啊，哦，啊，咱一定赢啊，咱来主办啊，奖品啊，咱给你。OK， 哦，这个就是你选字显示窗内底。啊，过来罗马字的款式，即摆要拍出来时，你数字要选吼，头前有写，你数字不管你拍9个罗马字，还是拍9个部的台罗拼音拍去，拢共款，输入不管。哦，所以连傻瓜人不是那个人，伊来拍嘛会使，但是输出爱照你的决定，就是拍出来要变做什么款的。哦，拍出来你要变做台罗，你来搞这个，哦，啊拍出来。台罗有一个叫做正式版，有一个叫传统版，你知嘛？恁有看到哦？因为教育部的台罗，伊其实是要做拼音用的，哦，伊毋是要做文字，吼，伊拢较重视汉字。伊这物件以前迄个台罗的前身叫托鲁帕，哦，托鲁帕你知影？
通调好伊就袂晓写，伊就要用数字啊，吼。啊，我电脑袂晓啊，所以就来改人的啊，迄颠倒头想。电脑袂晓，你要教电脑会晓来做咱的工作，袂使讲电脑袂晓来改咱的物件，迄颠倒头啊。所以改到头都乱七八糟的时候，歹势都讲要避免这样啊。OK， 所以咱来清楚就是讲，伊乌搁一点，伊嘛袂晓拍，啊，就用乌，迄条仔子迄条足水的呢，对，写得足水对。但伊迄乌一点啊，伊家拍乌啊，啊条子走无去啊，搁做一个。啊，即个传统版就是讲。教育部有一个传统版，因为有人甲讲嘛，你都遐歹看伊无要紧，啊就就是讲伊尊重原来罗马字、原来教育部白话字的即个会写法，搁一点会出来。啊，搁来片空音，伊拢拍 NN 嘛，教育部拢 NN 嘛，啊田纳西伊就甲你做一寡遐话无出来，NN 拍营业就有一寡问题啦。伊用 NN 嘛，啊咱的。教育部是迄个小 N， 哦，是讲迄个牙，还嘛迄个单，哦，即马单要安怎单 TA， 即个片空音创小 N 啦。迄一个记号你就知影，你免去两个 NN 去占一个迄个数字嘛。啊，所以伊有一个叫做传统版，你要拍的，你若到即个时阵拍出来，搁一点有条子，就是讲拍啦。啊，迄个平空音袂 NN 伊个迄个教会的即个传统的即个哦，会使教即个，啊，过来就是白话字，就是算教会传统的啦吼。即个你 output 你出来物件要选啥物啊？哦，这选好好势。啊，一个开始 default 是大陆，迄当时写这数字落来时，迄教会哦，现在真见效就是讲，家己写好的物件我用，啊叫教育无改安尼啊，早点咧搞不了吼。啊伊我用，啊人名我甲改，吼，改较有做。啊人迄当时，人大你决定讲对一个default你知嘛吼，迄叫做优先，迄要怎会先出来。哦，你开伊就自动设定伫大陆啦。哦，恁若想要拍教育，我教会的白话字一定爱来遮改的。接这牧师拄着我讲，你对了，你对了，进来啊！我是创者啊！你讲我拍太拢袂一点啊，当然我用出来。我讲你有读说明书无？伊讲无啦，我讲哪有时间去读？我迄个台湾人无袂不好啊，一定要读说明书。伊讲等你来较紧，等我去美国转来较紧。我怪牧师哦。OK， 所以伊无交遮，喊我跑落去，啊平空音嘛拢演练，哦，所以这个设定。就是因针对咱有诶特色，拢去了用好好势，啊，咱来清楚。哦，今仔咱实在知影讲，咱教育部诶大陆是安怎来诶？哦，150年前，咱一直就是这方法。啊，搁一个上强诶制定词库，制定词库爱分台语甲客语诶。哦，你伫创伫台语，伊就去台语；客语就去客语。我小几个，大家看哦。OK， 咱这个输入法，这样一个问题哦。以前 Microsoft 播出来 Win7 的时候，这拢有几个固定位啊吼。啊，这个咧Win10、Win11了后，这就武好落来啊，迄就会走来走去啊。所以一个开始，大家较先来先耍了，啊，较久了后，我就安尼无一把钱啊，拜托写软体来，搁甲固定好倒遐，啊有钱啊，要转台语的哦。这内底拢制定词库啦，像讲我要拍前后音号，啊，我过来吼，我迄个做一个迄个 internet， 迄密码足歹记的嘛，啊，你就会使创好听。啊，到尾以后时咧拍咧，迄个密码就出来，后壁密码就出来啊。哦，我银行口做写的拢创这，啊，即摆这有 Ruby 的，哦，C 我拍一个 S 的 Ruby 的即个，伊自动来出来，免一个都要拍。
年固月清，年end嘛吼，年固月清，拍4字就好啊，拍每一个音奏的第一字，哦，所以咱就用这个方法哦，来测定词库。伊即摆就是伫即个面顶一直到 character definition 的这begin， 即个面顶唔好去遐叮当哦，迄是指令哦，你叮当了你过无效，所以伫这 begin 的下骹，你甲拍，哦，真理大学，哦出来嘛哦，一路通嘛是啊，真理大学嘛哦，这已经有啊。咱来拍，咱的提出一个名叫做钱红军。啊，红军，呀，唔知有无？无啦，有啦，钱红军第3号，顶开来时就来记住。如果定定咧拍伊的名嘛，啊，我这钱，起烟的钱，好，我唔知啊，我就你看我拍3字尔嘛，哦，钱红军，啊，就第3就出来。我定来甲惠子老师第1名，惠子老师哇啊！会当省你足侪时间，所以我内底有写就是讲网络的企业管理哦，咱时间宝贵嘛吼，看行路就安尼看的，啊，咱你若有这个功夫的时，你就省足侪时间。啊，若讲林顺良你是安怎，我都做迄些代志，我沿路做沿路困啊。哦，啊，电脑你做的时间，我就去困啊。哦，就迄影音1点钟久，要选片啥的，我1点钟久，我你困过1点钟，我起来就好啊。哦，啊，上传了后，定来2点钟，可能上传可能嘛30-40分来去，咱这内底可能唔知偌久，我唔知。我捌传一届哦，传甲听人再造好，你讲1点钟有影片，1点钟就到啊。啊，迄个时间呢，你无法等啊，无彩，我来去困啊，所以我沿路做，沿路困哦。哇，这注定是拄安尼问题无？好用无？啊？真好用啊！你哪去试？啊，这内底拢有说明书。啊，我迄个已经做有的词库，我有内底互大家用啊。啊，这恁去试看卖。照我讲，我念会讲这个输入法的要领哦，你一定要照这个要领，咱敢有中间几点要休息？啊？刚才都变。迄个制定词库已经有诶，你就摕来用。较大部分的拢用，尤其台湾全国所有的乡镇，一直到乡镇的名，你拢拍3字头3字。哦，淡水镇，哦，拍头一个淡水镇就出。这个我拄则讲迄个。网络面顶有诶吼，即个所在有一个说明书，有无？恁看到吼，汉罗说明书，哦，咱来去看段落。啊，这嘛影音实例，我有创影音诶，内底安怎登录，安怎输入听嘛拢有，哦。所以你今仔会话读拄少，读拄无紧啦吼。但你爱知影讲网络面顶有遮物件，啊，说明书你登录落来内底，伊有一个RIP档案，内底藏。迄个我的书，这早2-3年前做甲迄当时的书，啊，甲刷落去现场，我伤过紧哦，大家可能袂当接受。我拢即摆拢拍1年2年尔吼，会关，有关你创啥做啊？照你地图，伊个照你身份快来内底拢甲创出来。啊，你拍一个字就照嘛吼，啊，就所有的出来，你家己选啊，就紧的就对啦。哎呀，有时啊较超个哦。啊，所以我感觉讲，啊，过来我嘛鼓励讲，制定词库是你家己爱去做，做你家己 personalize 核身定做，下你用的。哦，你的情书，你要安怎写下你的情书的用，你去选，你才会去甲用哦。啊，所以你储存的时内底伊就有一个，你甲拍开有一个词库，啊，你词库就是甲即个共款。哦，有面顶遮个。啊，伊下骹你拄啊新登录落来安装咧，这下骹拢无物件，begin甲 end 中间甲有一个敢若 sample，
敢若样品安尼啦，你尔啦吼。啊，所以你迄个甲当落来制定词句，我教咱大家哦 ，Ctrl A 就是全写，你免对啊啦下面哦，你来记得哦，这几个快速键恁记啊 ，Ctrl A O 啦吼，全写，Ctrl C 就是甲 copy 落来，你免在迄面顶画人，你看我去这头前了的哦，要打咧，你去迄个你登录落来的有影可能咱来较无熟，我想迄个登录迄个把它搞，赶快去储存嘛OK， 只有一个 User Menu， 内底有一个迄个压缩档，所以这叫说明书甲自定词库，这个说明书麻烦你创作倒面，就去认真啊学，你学了，你虽然讲我开始会感觉要花点时间，但是足值得的啦。足值得你用啊！咱你了少年的吼，尤其制定词句，你制定词句了后，你的经验数字嘛会当甲你用，你敢知？讲极有用的，所以即摆一定要认真做，唔好甲讲要偷懒用别人的，用别人用就无。像我这我有客语，甲有台语嘛咱看这，已经有诶，这个这是密码，有一个人的密码我会。来参加网络作业，我一个人有一个密码位嘛我定爱袂记，伊嘛定爱袂记啦。我有甲你定到遮，甲就 TSI 就是你的密码一个在来宣判来提头遮的拢是，就是讲头前的，就是你要输入的代码印刷的第一字，你让一个 space， 一定要让 space， 这个 space 一定要半形。即摆袂啦你若无拄好选着全形，规个制定词句拢无效会记这是半形的 space， 后壁就是讲你出来，你要画出来什么字，就是字会知，我拄则讲 CH 会使用意来形但是伫内底10几万的词库内底已经定好细算，迄个内底的词库，你一定 CH 就要拍 CH。CHH 你就要拍 CHH， 头一字的音啦你进入家己就这拢无后壁无罗马字这拢是家己定的，咱家己制定词句咱就会去甲看讲，你时间哪会当来创这？我定讲附件请处理，多谢这附件请处理。我就是我一个档案，阮足济团队去做工作，我来送档案去附件当时就请你处理，这就定来你拍，你就即摆我来改拢附件后壁足济你上咯。我知影咱少年囡仔可能拢比我较巧啦你会使用你家己的巧的方法来做这制定词句。你的原则学了后，你做起来你的词句，大概要比赛时，你就会赢啦。成台湾语文测验中心，我定咧拍嘛，成台 ST 嘛，台湾嘛 TO 嘛，语文 EB 嘛，这原则上拍6字就有够其实6字以下就有够，你家己记会起来。以前的6字的原因就是介轻松的时阵，拢设定在6字啦所以我嘛有这习惯。渐渐我会突破，这6字5字的意义啦，你1字2字几字拢无要紧。OK， 讲了紧，安尼会伤紧的，有人有问题无？会来回答的。问看卖咱无带电脑来操练所以可能后盖来拜托你开操练啦。咱再过来这个讲这个输入法还佫一个特色，就是你的显示窗选字窗会当照你的设定咱来看这个设定有影，下骹有一个显示窗
选字汤字形的设定，哦，你会使选你爱喜的字形，袂输波波摸摸，永远就是新式命题哦。所以我改标楷字比较水的嘛，敢毋是？哦，标准，你要啥粗的嘛会使。啊，过来字的大小，咱年纪大拢会迄个老外言啊，尤其嘛有一寡弱势朋友。伊就使用这上大会当放大到70字以上。先讲你看下，这你来看一定有诶。好 ，OK。即讲拍挂嘛，有 有无？我还大字安尼看有啊？哦。这就是咱特色所在，因为看年纪的老嘛，我讲你就爱安尼做。啊，所以开发的人，就给我钱，写这个出来。啊，我讲这个输入法嘛，是你学习白话字的方法，哦。就讲这我，啊，你毋知第几声嘛，啊，你用问号甲问哦，有无？所有的我会第六个就是我嘛，我嘛，啊，你就知影后壁撇倒边一下第二声嘛，敢毋是？哦。你敢若袂使第一字就要问伊哦，你要写就毋知第一字。就讲迄个传播的传，哦，你中间有一字两字无啥清楚，哦，传播你死个字，啊，佫煞咧毋知安怎了打问号，哦，啊，传。所以所有的传拢会出来，互你选。这个显示出来让话甲波波摸摸完全共款哦，因为配搭配下来拢共款。哦，所以这所有的传拢会出来。选，啊传第五声了。伊拍第几条条，爱个唱。好。所以第五所有的传伊就出来，哦，安全的传，地膜啊，你就知影第五声嘛。啊，这几支拢是传，这水泉的泉吼，啊泉州，泉州咱有人泉州腔的叫泉州，读做泉，毋是泉州嘛。这汉语有这困难就是哦，咱学台语哦，足困扰就是汉字的文音甲语音哦，足困扰。啊，惯势就好啦，啊，较食用嘞，啊，你就习惯，什么时阵用文音，什么时阵用语音，哦。啊，客家话嘛共用哦，你只要来看，咱改一个这个客语的，对，哦，伊撇倒边哦，撇倒边是第二声哦，啊，但是伊客语是撇第三个，哦，啊，所以你就当选迄个，你第一字的时阵。你毋免去选1、2、3、4，你直接拍 Enter 是拍 Space 就可以。第二以下你才有需要去选，哦，安尼清楚哦。这增加你的速度，毋免讲每一字你拢爱去选，哦，客家的。啊，佫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讲，你拍台语、客语，爱安尼转来转去，足费气哦。尤其我这多语言在用哦。啊，所以我你即摆你伫台语的书库，上较济的书库内底，你会当加客语的指定词库，哦。从我即摆来看即个，我倒转台语哦，我定你去拍。安子西，有无？啊，我以前拢安子西普通就是讲，我爱字典啊，拢袂，所以我有2种，安子西后壁落字典的就第4个。啊，我甲我的秘书，即马协会秘书迄个刘明基小姐，我定来甲伊同 email， 哦，啊，就所以讲，王免存平安。啊，伊大概要写啊，讲老师平安啊，写到讲你紧用这套吼，对，足简单。啊，所以我即摆含日文嘛会当拍落吼。我咧拍日文的时讲，我，哦，有无？我他不是他，第3，
OK， 我再去试，就是我嘛吼，所以我这个输球啊，共一个输球啊，唔免去切换，共款会当拍，你要爱，你拢甲落落去哦，爱这个会当低足些哦，你落一世人啊，也阁会用啦吼。OK， 设定内底迄个字型哦，直接内底选袂使。啊，过来这个自动调整或显示，你交这个普通，刚刚伫普通会甲你交啦，就是你较食拍的走起来面顶啊，你知影意思？唔免讲你较食拍的，你着第5页或者第4页去选到找到唔啊，你愈食拍的是，伊会愈走起来上面顶有去选啦，哦，所以有这个功能哦，大家看下。啊，下骹要拍Ruby版。Ruby 版就是汉字面顶会当加罗马字，会当敢若注音符啊，波波波波。你捌拍波波波注音符啊？Word 内底才有一个总符哦。你这落时你拍的字，伊拢会甲你会注音符啊。我这样highlight就是啊。你选这个了。基本标识的名字，哇，好，这个 highlight 的标识，哇，我，啊，我这罗马字就是，咱即摆的汉字面顶标罗马字，就是讲把这个所在叫做。你敢若拢爱用数字管理哦。伊这分你要倒右边啊左边哦，因为咱电视拢伫面顶嘛，哦，字中对齐。哇，即马这个面顶就有迄个字罗马字哦。啊，但是。咱遐来看，我网络面顶，即马迄个全面台语圣经已经有3种版本，包括汉字、罗马字哦，的即个。这个各种版本你会当比较来读哦。即马目前咱台语有3种版本。这个就是全罗马字，这个就是汉字罗马字，意思就是汉字无够咱台语用，你莫去做字你就嘛无法度嘛乱码，啊嘛无一定人读啊，啊你直接就用罗马字发音落啊，因为咱人类的语言是先为有声开始嘛，敢是？先为有字开始嘛，再摕文字来斗嘛，啊所以咱毋好放弃咱原来的读音，足方便咧，你虽然讲因为受汉字的影响，啊，所以你若讲无惊，你若用白字较无习惯，你就用加汉字去。啊，无罗马字的，无汉字的，歹人的歹，袂人写大字的大，哦，啊，你去读作歹啊，文音读作歹啊，台语无可能读歹啊，哦，就这个问题，哦，无徛伫倒位的徛，哦，做人的路。这就是汉字，啊，这面顶有真侪汉字要怎读，就是讲面顶注音，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所以大家要读就读得真正确。啊，阮即摆是用台湾的普遍腔，教的歌叫做中式腔，就是即摆高雄市的腔口，带高雄市的啥物？有带高雄市中南部，无人带高雄，啊，咱大陆都带北部，啊？有啊。有哦，邀请啊，有哦，高雄市，带高雄市的啦，OK。即摆教育部定出来，伊这间就是用高雄市做主。哦，啊，以前较偏向迄个工字典咯，还是台式大字典，迄种偏向迄个北部厦门话泉州的腔口。
啊，迄个北部人拢不爱讲台语啊嘛，所以台湾的台语足自动有依据这种啊，这是主要现象。啊，这就是帮助咱读啦吼，因为汉字一般只就讲带我去读吼，过字表示的。啊，所以咱老厝的时阵会当来看这，啊，这个物件你甲登录落来 Word， 哦，伊就伫 Word 内底拢会显示出来。啊，即摆有3个迄个浏览器嘛吼，有用 IE 的双牙手，就本来 Microsoft IE 的，迄本来足贵咯啊 ，Unicode 拢买插去啊。哦，所以阮新闻来网站面顶来创一个，你来去选大家 Unicode 会使会正常。啊，但是尾下伊就知影讲伊歹插人嘛歹插伊哦，伊会生气落来落歹，所以赶紧甲创。啊，创起来即摆结果3个内底的 Ruby 是 IE 上水啦。吼，我咧从遮拢用 IE， 所以你若要用这时，你登录落来你用 IE， 吼，啊用 Firefox， 啊这 Firefox 嘛定定我感觉我足切的，啊这叫 Google Chrome 是我超过啊，啊总之就是讲爱竞争才会进步，爱良性竞争。哦，唔好感觉讲啊，别人出来了，你家己爱检讨，家己讲，家己爱爱进步。所以今仔日这个输入锁定，大家拢知啊。啊，这样来讲，这个输入法较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咧说明书内底拢有啦。咱你输入的时拍汉字，有一字一字拍的，一个一个汉字的音在拍。哦，你若拍单一字的时候，一定所有的罗马字大罗，所有拢爱拍的，哦，声调啥物啊拢来。就讲大学 TAI 大就要调，大学哦，你着即个爱拍较切，迄个音声调拍伫上后壁吼，的时阵伊着伊着出来咱算。咱看这讲义的这边，这个台语的基本基础，这个我才有迄个第几声8声调的下骹遐，有写讲第一声，你就毋免拍音，迄个托鲁拍，迄个音嘛你拍吼，伊都毋知伊就免拍好啊，迄拍音，啊到下无到这还嘛几条啦，叫人笑到。偷渡主放屁嘛，没安尼。哦，迄个第一声你就拍免拍，哦，就讲像衫裤的衫。哦，咱等于一定要照这个练落去。衫就 SA， 平常音拍 NN 嘛，吼，啊出来就有3个衫，互你选，哦，衫裤的衫，你选第，这个第二字的时阵爱起细就是后标，啊啦。所以拍汉字的时候，接就是字，后你就3。啊，第二底第二声，哦，你就拍 DATE 底第二声，哦，就遐济出来你选，哦，你选第二，课就是 KHOU 还是 OO 嘛会使，哦，因为本来的地位字教会拢用 OU。啊，即摆就是讲到大陆用 OO 嘛袂歹啦吼，拍 OO 免去刷位啊，迄嘛有他的进步就是啦。所以讲课第3条嘛吼，你要拍3，有遐济出来你选。课第8，三底课看第4声是入声，你免拍第4声甲第1声共款，免拍声调，免拍死。哦，头路把教你拍死哦，咱无需要拍死，三底口看 KHOAH， 后壁有入声，假音的是声入声，哦，就是第4条，哦，看假音，所以你伫第1个时，你直接是 space 来 enter 10个假音，免去选1、2、3，三底口看人 LANG， 人第5声爱拍。哦，人 A， 即个第6声甲第2声，咱才有把动作共款。即个第6声，敢若鹿港人会发会出来，吼。啊，鹿港人你讲即个腔，家己拢足歹势，啊就无讲，
我有去啊吼，啊，就准做共款啊。即摆遮侪教育部拢甲准做共款啊，你学家人的飞啊，飞啊飞啊，人家拢用飞嘛，伊无用飞，你敢知？哦，袂对嘛？啊，飞毋对用，吼，所以你家己的语言家己无保护势，就是叫人来甲你用，是甲你用啊乱七八糟啦。你本来有的本色拢无遐了起。啊，所以这第6条等于第2条啦，所以你也免去靠第6条，反正迄就无去啊。哦，人 A， 但是你音共款有嘛吼 A， 哦，第2声，所以你第6条迄个 A， 共款拍第2后，等于第2声嘛。人 A， 偏平腔的偏 ，PHIP 嘛吼，啊平腔音拍 NN。偏，啊第7条7类图，互你选第3。偏dit就 TIT 第8条，即个第8条就爱拍，吼第8条，因为伊到你无拍伊会条，所以讲第7条，吼，所以你这个是无拍无要紧，你第8条爱拍，因为第8条较少，所以选是第8条你爱拍第8吼，拍第8，啊就遮侪纸你选dit。人A偏dit，单字的时阵就是安尼拍咯。哦，啊，即个有恁转去照这类练。啊，过来2字的词，拍2字的词的时阵，你中文咱因为汉字的关系，拢有一个hyphen，有一个分字号啦吼，有像来嘛，迄个免拍，吼。是讲台湾 TAIO， 哦，迄个中文迄个汉字免拍，哦 ，OK， 台湾。啊，伊原来的书库内底，敢若拢总爱拍迄个平假名嘛，讲偏西 ，OK， 偏西，哦，即个NN拢爱拍，啊，但是中语外免拍，啊免拍声调，哦，迄教育部伊嘛甲我讲，遐个读者。安尼你去教我即个譬字了创乱，讲迄是你的教学爱安尼教，你输字我是爱讲究安怎较紧啊？你无需要拍，你就无需要拍，你其他个拢啥？啊，所以嘛是，有人接受，有人袂接受。3字以上的，选伊第1字的迄个字首，真理大学咱捌啊，真是4个字啦，理来啊，无啦吼，因为迄当时迄个本来有书库内底无，但是我指定速度内底有，所以你要用CH 用字代替 ，CHH 用 C 代替，哦，这就是迄个托鲁帕伊巧的所在，会当写字的吼，所以真理 L 台哈。有无？真理大学，甲一路通共款吼，真理大学，台湾大学，有无？台湾大学。啊，拄则你讲白话字，嘛是会知安尼。白话字的时阵，你即个所在爱教，哦，拳头模式即个爱教的时阵，这就是较尾仔早开发出来。足侪人爱拍白话字，讲你汉字是安怎会当了快速的，你白话字袂使。啊，其实原理共款嘛，你的书库内底拢共款啊，哦，啊，所以就爱有法创啥哦。所以咱若改安尼时，咱来看拍白话字。啊，你要拍第2大写的时，你共款是 Shift T， 哦 ，T 共款大写，台湾大学，有无？第1个，台湾大学，你免一字做一字都要拍。我拄则即个设定去互变成70字哦，拄则变5倍，即摆拄则迄个70字哦，这样是伤大哦。这即摆讲事情对啊，你讲来教育哦，我拄
虽然这边无确定，即摆比较像确定的。我拄仔你讲原教的地方主导文，这就是主导文遐尔长嘛，我拍几支也有出。因即个要考牧师，爱考主导文啦。我就拍3支就出来，所以因即摆规定讲写主导文爱用笔写，袂使用电脑。我迄点就在写。我即摆就讲白话字，我主导文我加一个白嘛吼，白话字嘛，就白话字送出来了。莫讲数足紧咯，伊有限制迄个长度啦吼。白字毋知啥物原理啊，咱讲所以你只要就分主导文、白话字的第2段，安尼就伊就接落来吼。家己爱动自己的脑筋，要再去做你家己的事，你家方便了。OK， 到遮过来就是恁的代志，恁转去爱练，吼。我后盖过来的时阵，真希望咱用咱校名去举办一个甲波挑战比赛活动，吼。我鼓励足侪单位办啦，有甲可能就是感觉讲是这需要啊，大家知影真好用哦。足侪人感觉讲以前做路咧惯势吼，规个还会自由啊，跳袂出来。足侪呢，足侪台语袂晓教，因为一直要好用波咧，我足感觉奇怪啦。伊人一直讲这足好用，足好。人这个基督教信仰就是讲，这个摩西甲以色列人为埃及做路咧，甲带出来旷野去入去迦南地哦。旷野的时阵，足侪人嘛要讲转去做路咧。我做路咧，我有饭好食。我来旷野的时阵，煞无饭好食。其实上帝咱有做饭有物食，是创的较简单的，较歹食安尼啦。嘛是会过身啦。咱共款，即摆恁会感觉讲，恁去学即个白话字遐困难？什么原因？是叫白死。最近政府你讲要废除白死，我100%赞成。全世界敢若台湾就白死。以发音的方法跟国际音标有差足远的，所以你去啊白死的时阵，要来学这较上困难。以前是安怎？迄个，咱的祖先伫读教的白话字，总无半钱安尼呢，读较足好势呢。因就袂晓啊，无叫白死啊，学这足简单的啊。这比英语较简单啊，咱18字尔嘛，敢毋是？英语要26字呢，字母啊，咱18字尔。咱对咱家己语言，咱家己遮物件，咱要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你出道就是讲，咱的民族就有盼望啦吼。咱这个台语的算台湾第一间的台语的，无毋对啦吼。台湾的嘛第一间嘛吼。台语的，因为这属于教会较无属迄个社会教育的影响，所以较有国家问题，所以伊是第一届台湾的。咱即摆毋知第几届，这还不会慢，你今仔学会了了，赶快搁努力啦。好，安尼有问题无？思想法就是安尼，遐简单。过来恁家己遐操练。咱要有时间我报恁知影有一寡网络面顶的工具，加词典、字典、字典啊吼。这对恁来讲，后壁有这个吼。台语、客语的工具，所以客家话我无要讲一遍，你入去客家新闻来，台语有诶，客语就有吼。这需要啊了，我来讲这个佳音工具，字典啦吼，线顶、词典这个吼。面顶你著拍共我拍台语，入去了。你记吧，你讲我你会使选教育部还是选教会哦？对这开始数字法下骹有一个叫台日大词典，知影这本词典的人啥名称？老师知啦吼。日本政府随咱清朝甲咱挂号，台湾挂号日本，因是足有心要诚做讲，嘛是拢大家拢是日本人安尼，所以来的时阵伫台湾。伊嘛因足有国际观的嘛，
哦，不是讲李鸿章爱大家无啊，人伊咧明治维新倒来了后，规个拢有国际观，伊就讲所有国家的规定，即摆尤其联合国 UNESCO， 所有的政府一定要用当地的语言教育。哦，你香港人你看觅，因拢用广东话，因咧背着中文啊，是阮足侪咧超生啊，拢会用广东话伫背啊。哦，啊，但是咱伊联合国成立了后，咱嘛去共签咧 UNESCO 去共签，啊，转来国际政策要甲你逼掉袂掉，这是确实伫世界上足无道理。无要紧啦，咱都已经拄着啊，但是咱了有机会，我甲会到倒。咱去学国际政策，母家拢家己对家己的母语拢无信心，尤其客家人。伫美国的客家，迄个同学会，拢来讲国语，哦，叫我去教，我讲你来讲国语，我爱教。哦，啊，伊嘛知影讲客语有这需求啊啦，叫我去教。啊，所以咱要有信心了。啊，日本人来台湾的时阵，伊伫1933年，伊就伫总督府招一群人，开足侪钱去做一个叫台日大书店。日本人要来台湾做老师，要来做警察，拢爱考台语。哦，啊，到尾啊战争了后，台湾人讲我要回归祖国，啊，回归祖国伊就甲伊敌对啊，所以你甲咱控制，你甲咱什么遐有诶无？迄是咱家己诶选择唔对，咱迄当时莫宣讲咱诶祖国，甲伊对谁嘛敢毋是？哦，若莫安尼时，我伫想即个台语伊嘛要拢保持。我网络面顶有迄当时诶台语诶教材。啊，甲迄个教日本话，伊教日本话上早有教台语，你敢知？哦，教囡仔的生活的语言。啊，伊主要伊的台语是用卡纳日本的假名来拼台语，这嘛是咱一个真水的系统。啊，但是国民党政府会甲咱忘记，毋知几年前才开始图书馆才出来，所以我拢甲学出来哦，啊，就开始会使用。啊，这字典伊收台湾所有腔口的，拢有9万几个字啦吼。啊，我空哦，我就是头的时阵有读日语啦吼。啊，李强教授讲，这本哦足好的啦，啊，我就袂晓用，啊，日文的卡来袂晓读啊。啊，后壁日文解说啊，伊讲伊袂晓。啊，我用2年，我讲我答应2年啦，我甲你专业。我伫政治大学毕业的时候，拄啊入去第1名，甲上尾的时阵，出来的时阵，我读60分就对了，我无补考。啊，因为阮以前的教授哦，拢是失忆政客，恁毋知啥叫失忆政客啦吼？哦，啊，就是迄政府内底你有学的，做无好势啊，叫伊送啥去教，啊，伊咧教遐物件拢愈教愈差，所以我拢袂晓读。啊，但是我对语言有趣味，迄有当时有开日文的课，我拢去旁听嘛，去旁听。啊，所以哇，足认真，对我来讲足趣味的。啊，你若要学日语，对台湾人来讲上简单，因为印度甲台语拢同款，国家就是国家，吼，拢同款。因为因的汉字嘛是唐宋的尾啊，啊，咱台湾嘛是唐宋的汉字一个哦。啊，因为台湾过一个开放海峡无互华语的南州话的影响，所以咱保留足侪咱原来唐宋的音。日本共款，因为无管，吼，啊，所以有这特色伫地。啊，伊即个学会了后，我就讲较试看觅，有影变字典变变，有影叫伊翻出来吼。迄当时足侪人讲想要翻，啊，但是拢讲无足，确实无简单啦。我甲讲2年，算我2年半的时候，手迄个有时间咯。半年后暗时拢困袂去，我才来考，啊，所以延半年啊，2年半创好。啊了，转来了后，我就透过足侪关咧，甲新闻来上网，啊免去用哦。啊，所以足侪人拢讲地负量是讲真。啊了后，迄个中央研究院的迄个语言所，因嘛要将一笔钱要将这创上网，伊来找我合作，所以我就甲伊合作啦。伊合作因是提供迄个原来迄个台日大书店的迄个 scan 就对啦，互你会知影去看原来是啥。哦，就讲咱遮来拍。我迄个设定创几多嘛，所以我现在开始。
OK， 你记面，你拍我，哦，你这个不讲结果。哦，你入去，你若要教育部上教育部，这台式图书馆内底，你会使用台语、罗马字来查数字条，嘛会当用其他腔口，哦，酸酸软软，迄个只拍拢有啊，啊汉字，哦，啊一摆会解说例句，伊足侪台湾言语遐，你拢会读哦。一般你来讲，干那拍汉字，我。哦，你甲开始搜寻，哦，啊，就出来有你选，哦，啊，这有关节扫描，你就当去看，这个就是台式图书馆。OK， 有无？一个哥啊，我，这就迄当时呢拼音的关节咯，会放落来。啊，你来当去伊就是我打故事，我打是福，谢谢。哦，内底有解说，这拢是语言。我教你无来往，你讲无来往嘛，无往来，是别家己迄个哦，即嘛就来往就往来。我创这个感觉讲，咦，有影有来往，有来往，来往。即个我甲改做迄个，即个就对了。OK， 这一个恁若唔知会当来遐查，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对面这个讲反转足大，台华对应台华对应中华图书馆，哦，这个是咱这个台语文的，这个我叫伊讲书作人李良义教授，伊有创作者这个资料，还有教杨文元去就人，啊永远就为这个大汉。我起来，伊袂也是规个搞伊遮来，啊，佫有我有些人数就是小编医老师，拢给我增加落，安尼嘛发现有诶嘛会使来遮增加，哦，变做广度污染，毋是干我，咱逐个拢会当来哦，这属于咱逐家诶，毋是干我诶哦。哦，台华对应吼，就讲咱拍台语。台语咱叫风台嘛，哦，风，OK， 咱台语风台，啊，别个以后怎讲变台风，刮台风，台风这花丽者。阮即摆咧进行一个，恁学家用处理说搭搭手，我要加客语，台湾汉语，客语汉语，啊客语的罗马字，客语无其他机构，因为太弱。足趣味代志哦，伊有迄个呢，客语有四海道平安嘛，吸烟，你吸烟啊，会不？啊，海陆会不？新竹、新店，啊，啊，甲因有一个有你会入个吸烟，会流，OK， 会入较济，会入吸烟，因的腔口无共，是声调无共，对嘛？所以，伊原来的四关呢，阮要从圣经，海陆的人来读，伊就看到啥物有啊，读啥物声。啊，台语足趣味哦，台语声调共款，发音无共，做人、做人，哦，也无共，足趣味的代志。啊，其他的迄个语法大部分拢共款，台语甲客语共款。啊，所以阮发现。客语圣经，伊甲现场外场拢受北家己的影响，分袂清。啊，阮一群人讲，啊，阮台语圣经嘛好，啊，台语就对应客语是啥，啊，就甲转过来就好啊。所以阮才咧做这个工作啊。恁若厝的时阵，当来加入，就是客语的部分。OK， 这是台华对应哦。啊，你华语安怎？你毋知台语要安怎讲，你就来遮来查。啊，搁一个干字典就纯粹干字典尔，哦，迄是迄当时，但是图书馆甲干字典拢较我下门腔啦，哦，咱来了解，哦，所以
咱的姜狗伊有著名讲姜，吼，其他姜狗有遐著名姜，就是姜大中南部的姜狗。啊，即个甲吼，阮遮拢会解作甲，这甲是分音，教育部内底有写甲是分音，咱咧讲话一般是起音是甲，我甲你，哦，所以伊的原来阮无叫伊改啦，但是阮遮新的圣经阮拢改。下骹有一寡工具，有台语，这圣经无。哦，即摆就是讲女味拄则形成，我咧讲拄则迄个爱用这个创，迄不止啊，无简单，迄走爱2点钟去来分咱教，走法度。啊，教路白话字转码，即个就是讲你拍数字调号，伫遮会当规篇甲你转做迄个调符就对啦，会使用即个工具来创。啊，以前有 TP， 啊，迄个已经无去啊，足可惜的。啊，搁一个。汉俄转俄即个，我下骹有写有无？因为即个用野话来写，啊野话电脑公司因拢安尼买来买去，食来食去，啊食了就拢无爱插里啥，所以变做网络面了煞无效哩吼。啊，所以阮下骹有一个叫离线作业版，叫一个离线作业版，请使用下面的离线作业版。哦，这离线作业版。这离线作业版就是讲你转无过，你的思考家己会使记落，啊你加一解了后就一劳永逸，知道我意思？因为这思考这嘛是让人建立起来，这是林俊尧的思考，林俊尧的台语啊，你有恁家己的台语的个人化，你家会使去建立你的思考。哦，这个恁若有厝面内底拢有说明书，哦，来主要，即个迄个电脑咱白话字啊学会晓啦哦，足老的是要来有这工夫走。有法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要讲这个，就是讲恁用会着的人，会当去这个科技工具其实拢是科技新闻啦，对。我咧讲日本时代迄个国民党本嘛，咱来看，迄陈彦嘉老师，我咧想创下当。迄个PowerPoint那种图。第4课台语，咱通简单受现实的代志，应该按照古今的人所做的，才来受好的法度。伊即个教迄个日语哦，伊后壁会加一个教台语的生活语言。这拢是我伫中山教的学生教会晓做起来，这不加济啊！恁若有趣味，这就是讲迄个有遮的物料，咱会当来用。啊，过来就是这个声音的位啊，讲今仔日这个吼，我大概你讲的物件是拢共款。啊，所以咱大家学会了，啊，网络面顶都有，所以恁马上出去就当是我一边讲。咱知影爱因斯坦一个故事，伊伫1930年代时，相对论 E 等于 mc 平方 square， 去到倒位安尼，演讲会收袂了，那个叫做，啊，伊司机拢坐在后壁听。伊讲你也无搞，逐工拢讲共款，伊讲伊嘛会晓，司机讲会晓，啊就甲拖一工去甲查证，无人捌爱因斯坦，就讲好，伊司机跟你讲，啊伊就爱因斯坦坐在后壁在听，讲等下紧张讲，毋知会出错啊袂？啊伊讲甲足好势，哦伊逐工去听嘛对吧？啊讲煞了后，啊人要问问题啊，好爱因斯坦紧张到要死大海，就是，问到即个问题遐简单，我的司机就晓答。恁笑会出来哦，唔太好笑啊！你知我意思无？哦，所以伊个司机足巧的嘛，你问问题，假是伊袂晓讲嘛。啊，但是伊爱因斯坦当做司机坐到遐，我的司机就晓答啊，所以。后来，这个工具哦，可能剩，这个影音，所以今仔日咱的迄个。下水音有录影机啦，伫这正面才有一寡影音，台语影音遮的，
哦，我到时就将加落，啊面顶内底足济，你若有趣味就拢去看吼。啊，台语的款的迄教学嘛是足济，遐因的教学，即边拢是教学的功夫。即有哈佛台语，伊讲有一本这李庆华伫哈佛大学教台语的，开台语课的时，伊的教材，啊，我拢去编做影音嘛，来有人大学编。啊，报地戏我有做过嘛，甲10条啊，迄嘛有客语词吼。恁啊歌，电脑无四三，就是恁电脑有啥问题，使来使看。啊，搁来投影片。这嘛是有，就是 PowerPoint 的。哦，你要出去做老师，这就是甲download落来，即阵就使照安尼来教。哦，这内底拢有足济足全的，有声有影有音的。啊，下甲是一寡专栏哦。啊，咱若有趣味要开一下专栏来当开哦。啊，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平台。好，大家有问题无？啊，剩2分钟，互恁问。即马课委会吼，因拢课以中高级认证，因阁有一套因的迄音标，对，吼，啊，即个甲即马你改吼，无共咱永款远不变，这套是上好的，咱的祖先人不要再去改。啊，因是受政治因素啊，受马英九的因素啊，受投共的因素啊，你这样变做汉语拼音啊咧。阿扁啊时代，哦，迄当时就叫通用嘛对，迄当时就想要改。伊主要是要脱离波，哦，但是脱一个就差无好势，哦，啊，这是客语足臭的，我拄则讲有足侪音拢无去啊，恁的变调啦，啥遐拢无去啊，客家人这本色拢无去啊，我一条歌叫客家本色，唱到尾也是永远，迄个调是华语的调，永远。啊，客语变做讲韵韵嘛，伊无应该讲创永远是，迄就叫华语的用去啊。客家本色甲上尾就无了去啊。你知影？恁客家人袂感觉，我是第三者，我是你学来学落家啦吼，讲拢讲啊查到，但是知影这基本的物质 ，OK， 要有对。所以咱咧拍拼，你想办法就甲救倒转来啊！就足侪人想要甲救倒转来，阮讲就是努力对创这圣经要救倒转来。伊嘛感觉讲安尼去安尼舞落时阵无效个啊，你知影我意思？所以咱家己要觉醒，咱家己的武器家己要救，无去用人家己救。啊，伊家己安尼舞，家己舞无要紧，咱有坚持。哦，所以对信奉的人，对我行，一定行出一条光明大道，这才真正咱来行。啊，课委会你若有几搭，就是嘛叫请钱来做这个代志。开遐侪钱去不要拢无效呢，你破坏课语呢？啊，想讲真正的课语要保留的，那真个你100%原来客语拢足准的，会留就会留，会实验就是。